今節講出家啲吹了個千年三第一節，我嘅字五毛五記得我交出半日嘅真理，隔日嘅心中五毛脫脫上帝嘅命令，因為到日嘅心中去照顧上帝嘅命令，而係消費你喺度，一個命令，一個法，能夠帶你達成嘅路。千年三第二節。因為到昌明乃水平安增加半年，嗱係講一就上帝嘅命令嚟行，一個真理嘅教義嘅你唔記得，在你心中獨立的你思想要照顧，嗱上帝講昌明乃水平安嘅增加半年，然後千年三第三節又講到忠心恩典唔好離開你，去帶出你強力氣。寫出在你心中裏去，那你責任係講要忠心，你都得到上帝嘅恩典。因為要忠心嘅人，設家做生事唔會亂來；要忠心嘅人，上帝要看顧。所以嘅經節教白設家，你個忠心設家唔好脫節，係帶出強烈嘅意思，設家照顧好，設家忠心嘅心，設家係照顧好寫出。心中獨立，唔好脫喺自己嘅心中，唔好離開呢一個忠心嘅心，因為世間呢啲自己安息有日你要忠心嘅心。嗱，然後嚟講呢一個千年三第四節，你得到愛，得到恩典，得到人敬重，在上帝裏面你得到敬重，在人裏面你也得到敬重。所以自己責任係要忠切忠心，自己世間你行到就上帝嘅命令嚟行。就上帝嘅交出嘅法嚟行，思想係抗落心中獨立去，自家就係獻出一上帝嘅恩典，本人人何得？上帝講昌明乃水平安嘅增加半切家，要昌明乃水平安嘅增加半切家，沙回你喺度，熱天切家要日戰線，要日獻賜，要日快樂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